来看这个月初9，一个中国的查甫人驶快艇偷渡来淡水，嘛引起国安疑虑。对30当前一档大约是有6000个中国的偷渡客，最近这几档，一档是只剩无到10个。在2021年，有一个来自中国福建，讲要来刀刻自由的查甫人，伊是对台中港上花。在2022年有2个在菲律宾工作的中国人是骑水上奥多麦，被对台东捞偷渡。其实偷渡，互抓到，唔奈互判刑处罚，卖互遣返。中国查甫人坐细只船对淡水上花是引起国安疑虑。过去嘛，定有偷渡来台湾的案例。2021年嘛，有中国一个查甫人对台中港上花，互警察查到。周末的周。台中港警伫台中港的西码头发现一个，家己讲是对中国福建来台湾投奔自由姓周的查甫人。这个查甫人讲，伊是驶树灵船对福建出发，经过10几点钟才到台湾，一路拢无互发现。我嘛感觉这都不可思议，不过就是去饭店甲看过，真正伊的啥米定个是啊。今年5月初时，透早一个姓江的中国一个查甫人驶树灵船，想要来弄关入境，对厦门外海一路是用手来爬到金门外海。行李箱装有行动电源、手机啊、银行卡，还有熟的猪肉水饺。这嘛是5天来第2件的偷渡弄关事件，是引起国安高层的关注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偷渡来台的人数冇变化，对30当前加计是6000外的中国偷渡客，到最近几年，敢若剩无到10个。根据海巡署的统计，最近5年中国籍的人数偷渡来台的，2019年是5个人，2020年是5个，2021年14个，2022年5个，2023年是15个。上花的所在是金门上济，其中较特别的是2022年，捌有伫菲律宾做山工的中国人，骑水上奥多麦对台东偷渡过来。我们跟着打了电话的，这边进来的，到底有没有啥责任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要有责任，我们也愿意接受处罚。偷渡客定听到，根据入出国含移民法、含台湾地区、含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，中国偷渡客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也是以新台币50万以下的罚金来代刑。后边若经过司法判决确定，而且执行结束了后，会照处理偷渡客的定数，送因返去中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